MK 都失手，要徵奶粉離境稅。全城搶奶粉，除咗北區俾水貨客攻陷，連市區都失手啊！我哋去旺角幾間藥房睇過，有店員話美素佳怡同美贊臣奶粉已經缺貨2個月，就算加價5至10蚊，內地客都照數，有人甚至主動俾多啲錢。北區仲誇，一啲藥房乘機加價1倍，奶粉由100幾蚊加到200幾蚊罐，仍然俾水貨客掃晒，港人有錢都買唔到啊！民主黨已經收到600個簽名，要求政府徵收奶粉離境稅，包括埋咧，如果個奶粉咧係拎嚟咧係即係用過或者開過咧，我哋覺得係可以接受。但係咧，如果佢哋係超過咗一個限量嘅話咧，我覺得每罐咧起碼要徵收50%嘅稅。佢又話水貨客連牙膏、牙刷、洗頭水、中成藥都掃，一買就一打半打，擔心日用品遲早斷埋市。冇咁驚先得啊，唔好即係製造港方先得啊。但係有冇話即係多咗都內地嘅人落嚟買日常用品啊？一定有㗎啦，唔係香港自由市場點做啫？但係就冇咁緊要，樣樣貨都有。佢話奶粉的確缺貨，如果供應商冇貨返，佢哋都冇辦法。